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香港风雨湾大火造成128人死亡，警方昨昏抓到8人，初步检破是街楼站的网仔甲玻璃拢导火，才会破遮凶。高雄的高速公路有人为车顶摔落来，加载人平安。台南有民众用铁马阻挡火车关门，代替要照铁路法改采发。斯里兰卡上大雨，唔那崩山阁做大水，造成40几个人死亡。那印尼、泰国水灾300多个人死亡，当局当咧抢救。各位乡亲，今仔日咱先赶紧来关心香港风雨湾大火，目前已经夺走128条人命，目前也有差不多200多人失踪。香港警方昨昏拘捕承包商、工程顾问，也有应价分包商等等8个涉案的人士。初步检判，这火有可能是为街楼站的网仔甲玻璃拢的网仔导火，才会拖到遮尔啊凶，造成严重的灾情。风雨湾外口为少民众点蜡烛悼念罹难者，搁祈求也失踪的人会当平安互救起来。香港风雨湾大火烧40点钟才完全控制。今日画面看会出来，当时青色的李亚网起泡加邦加德平向向点度，火势沿外壁快速烧起，造成插落7栋大楼同时陷入火海。香港保安局指出，初步判断导火点是伫凤昌谷街站的位网。根據而家我哋初步掌握到嘅資料咧，我哋相信最初起火嘅位置係宏昌閣低層外邊嘅嗰啲嘅圍網，其後咧。係由於燃燒咗嗰啲發泡膠板，火勢迅速咧係向上蔓延，伸延到去多個嘅樓層。香港廉政公署甲警方同步行動，連續甲工程顧問、變價分包商甲營造公司主管等8個涉案人帶走，佮查扣真濟時間文件。警方表示，真濟種建築佇整修期間使用較多的泡棉、變價甲青色圍網啊，部分工人佮互人翕到佇變價頂懸食薰，好親像這原來是疑點之一。紅業建築工程公司互人點名，承接3.3億港票的整修工程，暗過甲單也無回應外界質疑。We're calling that might be a kind of Hong Kong version of the Grenfell Tower fire. But this one, unlike the Grenfell Tower was the ignition of the insulation boards on the facade. But this one was largely due to the bamboo scaffold folding and other combustible materials during renovation. 香港政府表示，完整的调查需要3至4禮拜，無排除陸續有更多人會叫人拘提。這件災難也出香港途經工地管理的長期缺失，嘛擱再卡響全城公共安全的競爭。公視新聞鄭偉仁、劉順編譯。來關心昨昏高雄國道1號有一隻轎車，車門向開開，一個人磚咧摔落來，加在是無去弄到。所來警方會調監視器，請車主到案說明。另外，喺台南有民眾牽鐵馬要搭火車，講車廂這鐵馬無地囥，怎甲車摔喺塗骹，阻擋火車關門。代替可能無效，決定要照鐵路法改採發。看到頭前有狀況，民眾舉一條趕緊起喇叭。導航器彈出來啊！原來是頭前這隻駛佇外側車道的轎車，向有人對內底摔出來，烏色的車向公閃去邊啊！後邊的駕駛也趕緊停車，才無弄到這位男性。發生的地點佇國一上北353.7公里的所在，公車道的車要甲伊閃，險啊失控出意外。本大隊目前尚未接獲民眾報案，為釐清相關案情，本大隊將調閱 CCTV 影像追查該自小客車。車主到案說明，警方會通知車主到案說明，若查到有牽連公共危險的部分，也依法偵辦。在台南是有地鐵乘客甲站務人員關起來。他有沒有全裸？穿白衫的男性就徛佇車門，佮甲站務人員冤家。警方表示，這案疑似是因為站務人員可能男性愛徛甲離鐵軌路上瓦來起衝突，雙方都無要提告。勸導物靠近軌道太近，有推了站務員一下。雙方目前無提告，大家當下都還是有那種火氣啦，有時候人家是怕你危險啊。地鐵是回應地就發生伫2暗頭仔第3232處區間車，車到永康站了後，查甫乘客牽腳踏車進入第一車廂，話講人傷濟無法度囥車，甲車摔佇櫃台塗骹，指控地鐵人員甲伊殺，了後佫阻擋列車關門，影響行車安全。值班的站長甲伊口勸也無效。
该度运送客约，请一个旅客退票以外，也会按照铁路法等等相关的规范，而且采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民党高雄市东部拜六下晡要办党庆，不过因的民众也刷受网友去闹话，讲要去遐闹场，因第一时间随报案。国民党高雄市东部表示，日前发布党庆活动的消息了后，有一个姓李的网友闹话，讲要去献鸡卵甲白色物，而且目标是上尊党主席。警方经过比对，知影这个闹话人住伫咧嘉义，6点钟以来就随掠着人。根据了解，这个网友那像是对郑丽文政治言论不满，才会闹话来偷窥。虽然是无实际行动，不过警方要是照恐吓的罪嫌，甲伊移送法办。继续来看经济部日前核定台地核电厂的报告，评估核二厂甲核三厂停放的可行性。不过，因要敢爱宽评是还未定案。也那环境部长裴启明讲，希望联关主管机关会当提出政策宽评。也那支持核能甲反对核能的团体，嘛有无同款的看法。日头正大的好天气，环境部甲欧洲经贸办事处共同来观音山举办净山健行活动。面对经济部核定最新评估报告，认为核二、核三厂会当搁运转，到底是不是爱宽评？部长裴启明也是开放式的答案。光电都可以全世界最严了，难道核电严亦不行？这个就是我觉得可以讨论的地方。国内4座核电厂，敢若核是伫兴建前有宽评过，进前就互人质疑，都也都爱宽评，是安怎因亦唔免？部长裴启明建议，伫讨论个案是不是爱宽评进前，无定着会当先做政策宽评。能源主管机关来进行一个核能的这个政策环评，就可以把公众参与纳进去。那至于这个专业的部分，例如说核电安全的部分，可能就要由这个核安会来处理。反核立场证明的环境保护人员指出，因亦是新的行政行为，毋是具执照自然延续，就甲旧的炭坑啊点烟，应该都爱定做宽评的道理共款，因亦当然嘛是爱做宽评。那因转执照展延的话，也是一种新权力的赋予啊。新权力的赋予就应该比较新盖核电厂一样。要环评啦。暗国天核能的气候先行者联盟认为，安全议题毋是特定团体讲就算，认为应该都要进行专业审查。目前核安会的审查都会当达到安全管制的标准。它是重新启用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也不用环评了。安不安全不是由你们来讲，是要让专家来做个检查，做一个报告。是否需要做环评这件事情？需要由台电公司去洽环境部来确认，在核安会做出审查结论之前那要提出环境部的确认结果。环保人员表示，正在该向核安会反映，应该爱将昆明条件加入执照审查规定。核安会无愿意接受，无排除采取行政诉讼手段。到重大出稿前，也无法度得到核安会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南亚的斯里兰卡。日北因为受到热带气旋的侵袭，就超磅的大水雨，各地出现崩山甲造大水的灾情。目前至少有46个人死亡，23个人失踪。另外，印尼甲泰国等等的国家因为水灾严重，已经有超过300个人死亡。目前当局正在抢救受灾民众。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市区，四界拢在淹水，民众按出来的时代甲囡仔撩水行过，就条瓦气旋日北向北侵袭斯里兰卡，透强风、落大雨，互原地雨季雨势更加激烈。中部和东部地区24点钟内降雨量超过300毫米，部分地区甚至到512毫米，致使全国各地大规模淹水，也引发土石流甲崩山。北部的阿鲁拉达布拉市有真侪厝是规栋拢淹去，民众爬到树顶等待救援。ඈත ඉතිහාසයේ සිද්ධ වෙන විශාලතම ස්වභාවික අනතුරකට අපි මුහුණ දෙමින් තිබෙනවා. කාලගුණ විද්‍යාඥයන්, වාරිමාර්ග විශේෂඥයන් සහ ජනතාව අපි කාගෙත් අත්දැකීම අනුව ගත්තට පස්සේ 印尼阿侪省真侪厝落了寡麻的大条咧，当去的桥等待修复，民众也拍拼清掉门卡口的土霾。不过因为大水内底含真侪土沙，民众是一直咧骂。泰国防灾单位日北表示，连续几日天的大水雨引发的大水，影响南部12个府，冲击超过120万户家庭，加强360万名居民的生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来看警政署为11月20开始使用喙瘾毒品快筛试剂，要来掠假毒驶车。到2月为止，台中市的警方已经掠到14件。医师讲，丧尸分段内底依托米酯是优性的，就算是落喙，同款也是验会出来。外国一个查甫人甲警方指控，家己伫路的行菜点互开车姓齐的查甫人压着，双方因为安尼起冲突，警方到场发现姓齐的查甫人讲话反起反倒，精神状况嘛无好。那时候因为我爱找他，他是这里。你爱找谁？代志是第2号暗时10点发生的，警方接到报案，台中市北屯有行路的人甲汽车驾驶有纠纷，到场有闻到开车的姓齐查甫人身躯有怪味，遂用喙瘾毒品快筛试剂来检测，结果阳性反应，遂甲车刷去保管，姓齐的查甫人嘛依法上班。立即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告发，将面临新台币3万到12万元的罚款。车辆当场移至保管，吊扣驾照1至2年，并追查公共危险的犯行。警政署为20开始，伫全台湾各地开始用喙瘾毒品快筛，台中警方嘛加强路检勤务，到2月伫全市执行路检44届，部署1313个警力，伫101位车流集中的所在，甲重要的交通点拿查。到即卖已经处理14件假毒驶车，就连处理违停都发现违规的驾驶有用毒品。动物科医师是讲，喙瘾快筛的优势就是快速。唾液里面的浓度，它可以反映，没有错，它可以反映血液里面的浓度，但是它就跟小便一样，它有一定的阳性的时间。依托米酯因为是用吸的嘛，或者从嘴巴里面吸嘛，所以呢，它很可能也会粘在，因为它是油性的。所以它很有可能粘在那个口腔黏膜上面啊。洪东元表示，即马警方所使用的试剂敏感度无共，即马甲受试者是毋是有啉水、离使用时间的长短会无共。若是真正有使用毒品，喙内的黏膜啊、甲血拢会当验出反应，也会当争取检验的时间。公益新闻采访报道。真侪人拢真关注国军志愿役待遇增加到3万的这个议题。国防部后礼拜一会做专案报告，按算无人机等等的特殊部队会起薪水。那志愿役增加到3万，并无伫咧即届调整的范围内底，是引起正人的讨论。中国侵扰台湾是无咧歇，国防部自告发布侦测到中国歼10轰6空警500中国型主战机、副战机，计共12架处出海，驶过中线甲伊沿线线，进入咱国南部甲东南空域，去西太平洋，进行远海导航。国军出动军机、军舰、海底飞弹系统警戒，守护台海，官兵任务是真重。根据统计，目前三军主战部队编现比是无到8成，战力大受影响，也互外界关心国军薪水待遇。对此，国防部最新的报告显示，研机正修订战斗部队加级、列入无人机部队，也有战航管加级、和反情报勤务加级等等方案，不过无列入哪8、6月修法，加志愿役的加级增加到3万块。比较辛苦的作战部队，像比较颠簸的沱江级的军舰，这一些地方的编线比都属于偏低。我们应该透过这些加给的方式，让招募的兵员来到我们国家需要的地方。行政院却不编列相关的预算，这根本就是带头违法乱纪，打脸赖总统。这不仅造成朝野的对抗对立，更是严重伤害15万志愿官兵的权益跟士气。立委肯定国军甲战斗支援单位列作优先加级，不过哪位是无咧信道批评政府打击官兵士气？因那立委会第6正式规报显示，中国因应台海冲突，最近伫东部沿海由北到南去上海浦东海军基地。厦门大定岛上岸国际机场、江浦直升机基地等5大军事据点，用来运补物资、投射兵力、夺取外岛。上海的浦东到浙江的乐清湾以及漳浦直升机，这3个军事基地都在扩建，可以直接驻扎它的海军陆战队或者是空降兵，威胁台湾以及澎湖。学者观测，中国的目标是具备由演转战的能力，国军要反制手段，透过部署海马斯导攻火箭，打击距离有300公里长，会当直接进行源头的打击。国际新闻采访报道。台铁并客线因为受到风灾损伤，爱修理，明年的1月底进前是拢停驶，所以宣布自这起休困日要伫咧10分。并客甲青铜试办，互民众伫咧铁基路会当放天灯。不过走入去铁基路是违法的，即马就立委化工要修法，争取并客会当伫咧铁基路放天灯。
用毛笔甲愿望写伫天顶顶悬，看伊慢慢称悬，祈求愿望会成。那是新北平溪地区在地特色，也吸引真侪外国游客来体验。日本とやっぱり雰囲気も違って、特別な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た。YouTube とかですごく見てたので、すごく楽しみにしてまず今日来てて、実際に来てやっぱ。ランタンって日本であげることはないので、すごく感動しました。不过，依照铁路法第57条规定，其实人甲车袂使入去铁轨路的范围。今年8月，早有 YouTuber 发回息的影片，讲规家伙去放天灯去人检举，一家伙4个人罚款4万。即马台铁公司表示，规定有希望放零，这样子对整条街的观光会非常有帮助。这种支线都速度很慢啊，尽量是人车。游客哦，可以，大家都可以用啊。台铁平溪线因为日前豪雨灾情的关系，到明年1月底前是全区间停驶的状态。不过呢，台铁也示范要在平溪、十分以及青铜地区限时限区开放，民众可以在铁轨上释放天灯。4月头一天早起，游客陆续出现，3个车站有范围限制，期间是为11月29至明年1月初4的拜六，也加1月初1、初2元旦假期，时间是开放早起8点到下晡8点为止。那在地店主也有观光业者家己位，拢话讲希望平乡时也会当安尼做，都有生意做，有生活的方式。都有钱赚，那这个东西才可以长久下去，然后才会变成台湾的一个特色。一直以来，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违法的，那过去大概也都是一个默许的一个状态啦。修法之后是授权这个营运的单位，也就是台铁公司，它可以订定一些安全的规范，来在特定的区域再合法的放天灯啊，这是我们后续要再继续努力的。台铁公司嘛提醒，若是有抢修工程的必要，也甲安全考虑，现场会暂停放天灯，无开放的时间范围也必须以铁路法来办理。公益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咱台湾头一粒家己制作的遥测卫星——济北林卫星。今仔日透早顺利升空，甲地面站连线成功，正式要来展开观测的任务。3, 2, 1, ignition, engines full power, and lift off. Go Falcon, go Transporter 15. 经过5届延期，这福卫8号头一粒卫星济北林卫星，一个来自台湾的5粒立方卫星 SpaceX 猎鹰9号 Transporter 15航班，总算伫台湾时间2号透早2点44分顺利飞上天，各界人士伫国家太空中心专填关注。中午开始就开始紧张了，真的，中午还是会紧张的，对，对，以前因为坐火箭很多 hot fire 飞是其实看很多了，是，不过这个真的自己的 baby 在上面的时候还是会紧张。飞机飞上天3分钟了后，整流塔脱离，8分钟了后完成第一载的飞机回收，3点38分，510公里的轨道，立方卫星陆续入轨道，5点04分，济北林卫星脱离飞机进入预定的561公里轨道。已经就是确定部署出去了，紧张，因为这个其实火箭升空对我们光学是很娇贵的，它是一个很严苛的过程。济北林卫星顺利入轨道，5点34分，头一届含伫2位的海外地面站通联，初步确认卫星健康。通联的时间大概11分50几秒，它都有正常抓到资料，基本上看起来卫星蛮健康。一个很重要，确定是太阳能板已经要展开了，因为已经有看到太阳能板这个就是这个电流，这个电已经有电进来了。济北林卫星10点43分通过台湾的空中，甲台南的地面站通联12分钟，搁再确认卫星健康。吴宗宪讲，会伫刷到台甲地面站通联的时，继续传送指令，渐渐稳定卫星的动态。也若福卫8号星系会一个一个建制，对今年开始逐年发射，按算2030年全星系布局完成，时到会当提供逐工真济届的载控，甲全球涵盖的卫星影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9月份，花莲外头暗溪崩山湖崩花，水是规个壁落水尾，落高梅淹过半个光复乡。发生灾情的12天内，有超过35万人去遐斗相共，有人斗乌土，有人斗煮饭，有人斗照顾着伤的人。这场荒疗尚未到的水灾，看到大家守护土地决心。下晡7点半，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做伙来看灾后才会清廉的力量。
把桥不见了。 2025年9月23下晡，花莲八达岸溪崩山湖崩花，大水透南落高梅为山顶掉落来。地主公福市区甲边仔部落是损断甲真严重。根据环境部的估计，灾区的烂土有超过10万栋。这场洪疗尚未到的水灾，让真侪少年人甲民间团体为全台湾各地来到这，真紧就投入救灾行动。 因为我之前是迄个莫拉克800水灾时阵迄个受灾户啦，当初嘛穿甲足辛苦的，所以咱足会使体谅讲遮的灾民是安怎的心情啊。面对灾后规个乱糟糟，当地青年的受灾户嘛发挥家己的专长，伊家己的餐厅正做临时的灶卡，提供灾民甲志工食食，互因有气力继续甲家园复原。我们那个村其实离佛祖街非常近，我其实没有食物可以吃，我没有水。那我们餐厅其实还很多食材，那是不是可以马上就用这些食材做些便当，然后发送给这些需要的人？原住民族阿密斯有传统年龄阶级的制度，平常时少年人就负责公共事务甲动员。这套制度正做灾后第一时间上紧启动的力量。当外部的救援还未到位，部落的少年人就随组自救会。 到调度物资、医疗特殊，甲其他大大小小救灾的工作。我们知道，当这样子等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部落会成为孤岛，救灾一定是好几天后才会能够支援到部落这边的人。八达岸溪崩山湖做大水，车路断站，煞颠倒甲人的心牵绊活来。烂土会当清，厝会当电起，不过这份愿意出手斗相共的勇气。 才是这个土地重新出发的力量。记者吴天虎、林建如花莲采访报道。继续来看林业署新得分数29招考顺山县，除了爱会晓骑拍速的奥多拜，阁爱派20公斤重，伫咧时间内走1500公尺远，起薪是3万1，看表现上悬有甲4万6，一届拢总有21个人来报名。 骑拍速的奥多拜通过关卡，过程中就要设立袂当超过路线，佮袂当熄火。通过第一关考试后，佮要派20公斤，伫时间内走完1500公尺。来报考的人讲，因为对大自然有兴趣，再来参加考试。因为有在爬百岳嘛，然后觉得这个自然环境是要透过保护嘛，保护森林，其实。 除了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要透过宣导啦，还有平常的巡护啦。因为对比较喜欢深山，就是都住在山上，所以对深山比较有那种情感，就是想要保护森林。负重20公斤这个跑步对你来说嘞？这个这就加油，真的就加油，真的蛮重的。林业署新得分数今年第2摆举行顺山县考试，拢总有21个人报名，16个人来考，按算录取4个人。考他会不会骑？ 打挡车，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山林里面。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负重跑步，然后负重跑步男生在12分钟以内，女生在13分钟30秒以内。录取率都会达到20几%啦。可是这些有来报考的都是对山林非常有兴趣的，然后也对于工作非常有热忱的。 顺山县除了爱负责保护森林资源、野生动物调查等等，该防止偷错查以及滥垦的行为。虽然是旁公家的饭碗，不过工课项目是800款，对保护自然生态来讲是不只要重要的工课。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下晡晡的天气。 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 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22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